要来关心美国拜四过感恩节，过顶天也就是今仔日是乌色的拜五，也就是民众耶诞采购的日子。毋但是美国式大卖场 Costco 有史以来头一届，甲活动为3天延长到7天。台湾其他通路嘛有优待大饼场，像讲专联的部分来推出限制3天100件产品，买第2件上少拍5折。像讲有冷压的橄榄油，敢若2罐438块。另外，家乐福网络购物一直到新历12月初1。来推出这个抬价活动，逐天拢有6款产品会当12点钟内来抬价，像讲原价595块钱的餐券，有机会开99块钱就会当买得到。无用在整理货架啊，规排的乌色的商品准备要来整乌色的礼拜五，专联搁再来对着这阵乌色的潮流。11月29到12月初1，限时3天，杀出100件商品。第2件5折起的好康活动，有袂少民众上爱的炒橄榄油2罐只要438块，乌豆的豆油2罐只要104块。另外，参像这款韩国真有名的炒泡面2包原本90块，乌色的礼拜五优待70块5招。第2届5折这个优惠够，还蛮不错的啊。如果可以免费是最好，当然永远都不够啊，对消费者来说。民众抢好康优待当然是无嫌济，无时间来店头买。来，家乐福针对伫咧网络平台杀出新算法，自6到12月初1，逐天拢有6种的商品，会当互你伫咧12点钟内底来抬价。原价595块的餐券，有机会用99块砸转去。微波炉原价3000多块，会当抬到990块，限量5台。推出的一早。还没有到中午前的第一天，还没有到中午前，就很多消费者超过1000多位消费者进来砍价。推出3天的时间，是业绩增长已经快接近全以上。另外 ，Costco 的优待嘛来到特别的阶段，29号优待的商品有82寸4K 电视、空气清净机、美国高级的无居居小牌，总共10几项。但是这些商品数量无多，民众若是想要抢好康，上准都要下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